講計經節本龍總兄弟姊妹堂在呢個詩篇25第8節樣講到，上帝真正係好，上帝都係對嘅上帝，因為到佢自路本設加同路沙，嘛係咪人沙菲利行到摩羅行小窟條路，上帝安好，你看見佢，你相信佢，佢自路本設加行，因為到呢個詩篇25第9節樣講到。佢獻大食家，佢大家通才，本每責任要謙卑嘅心，嚟就一個法律行，佢交出本謙卑嘅人嘅路途，生嘅路途，得勝嘅路途，阿薩就要謙卑，聽嘅路，聽嘅法律，佢為大食家去勝利嘅路，去得福嘅路。嗱，詩篇25第10節樣人講到，隆重一切上帝嘅路都係要擇忠心，要擇愛，要嘅真理路，係咪人揸滿上帝應許唱出嘅，嘅順服嘅命令，揸滿嘅命令，即係熱天得到上帝嘅福氣，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路，得到嘅福。聽樣即係要謙卑嚟聽上帝嘅路，要勝利嘅路，要平安嘅路，要快樂嘅路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